去旅行嘅時候見到啲教堂會情不自禁咁樣哇哇聲呢？係啲畫好靚啊，定還是係啲雕塑神乎其技呢？其實秘密就係藏喺啲花線入邊啦。千祈唔好睇少呢條線，因為佢嘅年紀分分鐘仲大過耶穌。喺公元前5世紀，古希臘人已經將花線應用喺神廟啦。佢哋透過雕刻對稱嘅線條去呈現美感。而隔籬嘅羅馬人呢，見到呢班對稱之鬼，玩線條玩到出神入化，於是都借鑑呢種建築風格。隨住羅馬帝國周圍插旗，呢種建築風格咧都傳遍歐洲，打後1000年發展出唔同特色。你去旅行嘅時候見到米蘭大教堂、凡爾賽宮同埋奧古斯都堡，種種風格都係越嚟越強調佢複雜嘅線條同埋複雜嘅圖案。甚至加入鍍金同壁畫元素，成為貴族財富同埋身份嘅象徵。想知條友幾有錢，不如睇佢屋企有幾多條線啦。不過無論點變都好啦，呢啲花線都係強調佢嘅層次同埋比例，而強烈嘅線條咧就自然會吸引你嘅眼球，留下哇一聲嘅深刻印象啦。講咗咁耐舊事啦，咁其實到底佢係點樣由貴族嘅宮殿走入我哋屋企嘅呢？一場工業革命，機械取代咗傳統手工製作，令生產變得更容易。曾經嘅奢侈品變得觸手可及。經過維多利亞時期嘅建築風格同埋現代美學洗禮咧，花線嘅線條變得越嚟越少，以簡潔嘅形式去提升優雅感覺。由2000年前嘅古希臘到今日嘅法式花線，呢條跨世紀嘅線連接住歷史、美學同埋我哋嘅生活。唔知道下次你哋見到呢啲花線嘅時候，會唔會有不一樣嘅感覺呢？不如留言話我知啦，拜拜。